圣经记载讲，对第一代出埃及的人，拢总死伫旷野，只有2个人会当入到伫老年甲密的地。这种的信心，就亲像咱常常听见的一个故事，讲乃去的鸭要到伫非洲去推销，派2个业务员到伫遐，经过1、2礼拜，倒转来报告讲，甲公司报告讲，咱唔通去，非洲的人拢无穿鞋啊！啊，你叫伊穿鞋啊，伊嘛唔知影穿鞋有啥物好处，因拢惯死穿脱只骹。虽然去遐推销鞋啊，绝对生意无好，但是另外一个业务员报告讲，咱一定要入去，因为迄个所在啊呐，因唔捌穿过Nike的鞋啊，遮尔爽快，遮尔好势，因一定人人拢要买，唔若买1双，搁买2双。迄种的意思就是共款。兄弟姊妹，即使你是公司的头家，我唔知你会采取对一种的策略。我相信，咱拢共款，有够额的信心，要开拓这个市场，到底唔捌穿鞋的所在。就是亲像保罗讲的讲，我传福音要到伫遐唔捌听到福音的所在。这种的信心，就是约书亚甲迦勒因对上帝这种全然的信靠的信心，伊会当承接摩西。成做一个历史性真关键带领百姓进入伫迦南地的重要的人。约书亚的名的意思叫做摇花拯救。伫整个约书亚记内底，拢总有24章。这24章的内底，咱会当甲分做5个部分。头一个就是第1章甲12章，约书亚来征服迦南地。13章甲11章就是12个支派，逐个人拢分配土地。到第22章就是东方的支派，路边、迦得、东玛拿西这些人就互因倒转到伫故乡的所在。23章就是约书亚年老伫临终的时阵，大家来提醒，过去叫做语重心长来提醒。上帝百姓，都爱服侍上帝。第5个部分就是第24章的所在，伫约书亚伫事件的所在，甲百姓定心立约，讲领导服侍耶和华上帝。今日咱的重点要放伫这个第5部分。年老约书亚已经心中来提醒上帝百姓。恁都爱挖头看咱的列祖所经过每一个坎站，看咱的列祖伫每一个坎站的中间，有上帝的信者基督，甲上帝的拯救伫迄个中间，咱一点一滴拢爱算，拢爱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成做一个基督徒。特别咱已经到60岁、70岁的时阵，咱常常咧回顾看咱的人生，常常有人所看到的都是悲惨的人生，亲像以国所描写的悲惨的世界。有时阵咱回想过咱的人生来看，拢是受伤的人生。这是约书亚互咱一个真深的提醒。当咱正做基督徒，回头咧看咱的人生的时阵，一定看到上帝最恩典，上帝卡者，上帝祝福伫咱的生命内面。这才是基督徒的人生。咱台湾人安尼讲，人到伫年老的时阵，坐咧就下去，倒咧困袂去，见讲就讲过去。兄弟姊妹，咱的过去。咱的人生过去信仰的历史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悲惨，不是伤心。咱的过去是感恩，感谢上帝，伊的拯救，伊的恩典，伫咱列祖一代刷过一代。
第二项，那伫咧看过去那点，约书亚伫这个所在，爱上帝百姓，今仔日恁来做一个决定。咱的人生袂当一直看过去，今仔日就是上重要。上帝伫历史的中间已经成就这么多代志，今日咱搁咧张度什么？今咱搁咧操烦什么？既然上帝过去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伊也永远伫地，所以咱今仔日都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就是咱要服侍上帝。当咱有这种的决定的时阵，咱才会当来展望咱水的未来，咱才会当过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见上帝伫未来所要成就奇妙的代志。这就是约书亚伫整个约书亚记内底，不断伫遐提醒，不断伫遐咧分享勉励上帝的百姓。我相信，这个也是咱正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咱的信仰的过程内底，咱应该学习的。人甲其他的动物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人会让有上帝给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来做决定。一只狗，一只猫，伊袂晓去选择讲，这个主人无好，我搁要换一个主人。一只狮，一只虎，伊袂讲我过去拢食真侪动物，食草，即马要开始换食菜，互我的身躯较好咧。因袂晓，都是上帝互人、互人类有一个理性的思考，就是人会当去做判断，人会当伫遐做选择，这是上帝互人特别的恩典甲恩赐。其实咱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咱常常咧做这种的选择甲决定。回想咱要读大学的时阵，咱要选什么款的科系，咱要选择什么款的工作，咱的对象、咱的婚姻、咱的伴侣到底是什么人？咱嘛咧选择信仰，特别伫咱台湾，伫这么侪民间信仰的中间，为什么我会当正做基督徒？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拢不断伫遐咧决定，伫遐咧选择。唔单单安尼，有时阵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有时阵咱破病需要手术，爱手术也唔免手术。有时阵咱的工作拄着一个瓶颈的时阵，咱常常伫遐祈祷，伫遐操烦，要做什么款的一个决定。这就是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不断伫遐咧做决定，伫遐咧做思考。今仔日也同款，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就是约书亚伫年老的时阵，真心中来提醒上帝百姓，恁来好好做一个决定。约书亚伫这个所在有提出4种的信仰，头一项就是大河和平的信仰。大河是咧讲起到伫米索不达米亚，就是伫今仔日中东这个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这个所在，过去咱该称作回沃夜湾，也就是讲亚伯拉罕的先祖伫这个5年的所在，就是伫米索不达米亚。因的祖先拢拜月娘，因拜月娘的神明，也就是上基本的原始的民间的宗教。有人拜月娘，有人拜日头。伫当时亚伯拉罕的先祖，因就是咧拜月娘这种的民间的信仰。第二种就是伫埃及的信仰。埃及人拜2种的神，一种就是蛇，就是咱所知影的这个肚皮舞。肚皮舞就是对这个蛇的这种的款式所演变出来。第二种就是牛。当摩西带领一些百姓到伫旷野的时阵，摩西到伫西奈山领受10条的诫命。阿伦甲这些百姓讲：啊，阮的
领袖毋知走去倒去啊，摩西拢无转来啊，可能是死去啊。那安尼时阵，咱所有的金仔拢来摕出来，咱来做一只金牛，咱做伙来拜。因为迄个金牛就是因过去伫埃及的所在，因咧拜即种的神明。第三种，就是阿摩利人，就是迦南人因所拜的神明。过去的以色列人的先祖，因伫旷野的时阵，因是游牧的民族。伫什么所在有草、牛羊伫遐来食草，大天道游牧的民族。总是当因入去到伫迦南地了后，因就爱做耕作，爱做事，对出五谷来生产。所以因就受到迦南人的影响，因拜巴力查甫的，甲阿斯塔略查某的神。这是迦南人的民间信仰，就是讲土地是不是会当丰收？还是生产，盖在是巴力甲阿斯塔略因来祝福。这都亲像咱台湾人的环境内底，迄种的土地公，田头田尾土地公，表示讲这个土地公是土地的神来祝福咱的政策会当得到生产，也亲像咱台湾拜妈祖同款。这个咱台湾小琉球的船啊，到伫这个掠鱼的中间啊，叫菲律宾的公务船甲咱拍40几枪。这个咱台湾人决定爱硬起来，爱甲菲律宾拼一个输赢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到妈祖就亲像海的神同款，来保护这掠鱼的。所以巴力甲阿斯塔略都是迦南人因咧拜的神。就是约书亚讲，你若离开迄个上帝的时阵，你做上帝目睭看做歹的事，恁的确会得到上帝的刑罚。第四项就是摇花上帝敬拜。这个上帝是因所认捌的上帝，就是过去因伫受苦的埃及的时阵，上帝怎样惊10个先知，互法老通讨放因，毋然呢？面对着红海的时阵，红海水开起来，互因会当平安行过伫旷野的所在。这个上帝是惊先知，基督是一个拯救的上帝。是带领上帝百姓出埃及的上帝，毋然呢？伊是摇花屹立的上帝，伫旷野供应伊的百姓，伫食食农教野的上帝。所以约书亚伫遐搁一摆来提醒，伫遐勉励这上帝百姓，恁都爱决定，都爱敬拜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诚做基督徒，咱徛起伫台湾这种多神的信仰的中间，有时阵咱诚做基督徒也常常受迷惑。有时阵咱嘛去算命、去相命，敢若上帝无甲你照顾。必须咱常常伫迄个信仰无坚定的中间，伫遐跋倒，伫遐软颈。咱今仔日需要定心，搁一摆做信仰的告别来决志。约书亚讲，若是恁掠做服侍摇花上帝做毋好，今仔日恁就会当决定。总是我要甲恁讲，论到我甲我的家，的确要服侍摇花。这百姓就讲，阮决断无离开上帝。阮要服侍，阮无要去服侍别个神明，阮一定要专心一意来服侍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都是咱信仰的告别。咱对受洗礼迄一天，咱就不断咧做信仰的告别。咱是上帝的家人，希望外在环境有真侪困扰、真侪影响伫咱的中间，但是咱无要记住。我是属于上帝，
我是上帝子儿，我一世人我拢要服侍上帝。阿们吗？所以伫遮咱通看见，上帝是国真国活的上帝。刚才咱捌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总干事黄武东牧师，伊家己伫伊的传记内底，来讲起伊的家族怎样信上帝的故事。黄武东牧师的老爸名黄润，是当时伫清朝的秀才，是后来伊改行去做生意。伊每一届伫伊的生活内底，认为基督教是一个番仔教，是外来的宗教，所以真排斥。所以伫庄社内底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叫做李怪，这个人，伊是一个土匪。到伫庄社每一个柑仔店去共食物件，也是共买物件，拢写笑，都是拢无互人钱啦。做土匪嘛袂歹食拢免钱，摕物件嘛拢免互人钱。总是伫迄种的情形内底，包括伫黄润这个柑仔店的内底，同款这个李怪嘛伫遐来食物件、摕物件，拢无互伊钱。总是有一天，这个黄润兄弟看见这个李怪，有真大的改变。伫庄脚的所在，担着巴拉、莲雾到伫市啊去卖物件。那呢，伊去到伫黄润的柑仔店的中间，伊付伊钱，过去所欠的拢还伊。伊感觉这个人真奇怪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伊这个黄润先生兄弟就渐渐对伊这个李怪到伫伊徛起的所在。看到伊真认真咧做工咧做事，总是除了做工做事以外，到底什么代志伫伊的生命内底发生？后来就黄润兄弟就对着李怪讲这个人去信耶稣。当黄润先生对着这个李怪的时候，就甲伊讲：兄弟啊，你绝对唔通去信耶稣，信这个番仔教，这个邪教。总是伫迄个中间，这个李怪就甲伊做见证讲：信耶稣毋是不好，信耶稣互我学习会晓友好许多人。毋然呢，信耶稣互我会当明白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个主宰上帝。毋然呢，互我学习无去共偷摕，食人的物件无共欠钱，都爱行好。生命都要有好的见证，这对我的人生有真大的改变。因为李怪这种的改变，渐渐黄润先生看到伊的改变，也对伊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后来伊的家庭拢受洗礼，伫遐信耶稣。所以黄武东牧师后来就献身伫整个教会服侍的中间，后来促进南北教会合一等等这些代志，也是咱长老教会第一任的总干事。黄武东牧师的两个千金嘛，拢伫咱的教会。大千金叫做黄世雄姐，已经过身。世雄姐先生叫做李俊仁医师，伫咱的教会。另外一个查某囝叫做另外一个查某囝。叫做燕卿黄燕卿姐，嘛是伫咱的教会，即马搁伫咱的教会做礼拜。咱的上帝是搁真国活的上帝，圣经讲敬拜上帝的人，上帝要赐福伊到伫千代，对伫先祖一代一代一代伫因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甲每一个家庭信耶稣的见证甲故事，拢真感动人。所以咱的教会要洗礼的人，拢爱写伊，要安那？为什么伊要信耶稣的见证？每一篇我甲看，拢真感动。
每一个人信耶稣，拢是偶然的，毋是臭拄坎的，拢是因经验到这位上帝，个真个活的上帝，伫因的生命内底，也经验上帝丰盛的恩典、奇妙作为伫伊的生命内底。第二项，约书亚讲，论到我甲我的家，的确要服侍耶和华。我相信，咱每一个基督徒过去伫拜拜的时阵，大厅的所在拢有红架桌顶，上面咧拜神主牌，上面这边咧拜神明。都是咱信耶稣了后，认捌耶稣了后，咱就把这个偶像给摕掉，然后伫咱的厝顶头放一句话：基督是我的家的主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有人也甲咱的厝迄个大厅的所在放一句话，叫做：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拢要服侍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真重要信仰的告别甲宣告，表示讲，阮这个家是敬拜上帝的家庭，我毋是拜拜的家庭，阮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家庭。这是一个真水信仰的告别甲宣告。总是有时阵咱基督徒做久了后，咱甲这两句话全甲搭伫壁顶的所在，迄个真水话搭伫壁顶，讲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看罔看，决定嘛是我咧决定啊。拄到代志，拄到困难，用咱的经验，用咱的智慧来敲测这代志。咱毋是先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。咱毋是先来到上帝面前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我今晚拄到这个困难，主你是我厝的主，你来引导我，互我的心有平安。这个才是用基督是我厝的主，但是咱已经有时阵咱就用我家己做主，我家己来决定。论到我甲我的家，的确服侍耶和华。相信咱要服侍上帝的时阵，咱拢讲无时间啦，足无用的啊！要参加小组，要参加团契，要参加诗班，我哪有遐济时间呢？但是咱拢甲这个牌啊放伫咱兜，敢毋是？我甲我的家要服侍上帝，咱甲迄句话拢甲搭伫壁顶尔，事实上咱都无安尼咧做啊！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嘛是咱重新反省的时候，敢毋是？咱毋是干那白白信主尔定。上帝爱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互你去服侍、去操练，伫迄个所在，你会当经验上帝恩典，长跨万心。我的家庭是几个阿公开始来信耶稣。过去嘛是拜拜的家庭。伊信耶稣有两个真重要的原因，头一个就是我的阿嬷身躯破病，医生食药拢袂好。伫当时就有人讲无介绍来去大东教会，遐有一个牧师叫做温永春牧师来替伊祈祷。果然感谢主，祈祷好去啊！活到96岁来过身去，阿嬷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讲，伫拜拜的家庭，咱拢新妇甲阿嬷咧拜拜，全家拢免去拜。安尼哪有教育虔诚呢？咱看基督徒的家庭，那做礼拜时，拢全家老爸、老母、囝大家做伙去教堂做礼拜。伊讲安尼才有真正敬拜上帝。若是安尼，我的家庭要拄偶像，专心来敬拜上帝。我全家要来敬拜上帝，毋那安尼，我的大孙爱奉献给上帝。因为圣经讲，迄是初熟的果子，初熟的果子，爱先奉献给上帝。所以伊就甲我的老爸参详讲，迄个大兄生出来，迄个
长子迄个大兄爱奉献给上帝，因为我已经甲上帝立志安尼过去，无拍算，阮大兄则逃走，招兵啦招兵的时阵呢，伊本来讲好势啊，要奉献给上帝，爱走去啊。阮老爸生3个后生，我第4个，我嘛是讲要来走咧。我若走的时阵，我小弟咧，我小弟会当接起来啊。3个兄弟至少有1个人来奉献给上帝就好。这是上帝恩典啊！服侍上帝恩典就临到伫我甲我的家庭的中间，对伫阿公、老爸、我甲我的囝儿，代代拢要敬拜上帝。伫圣经内底，咱除了圣经真世界上出名以外，搁另外一本册叫做《荒漠甘泉》，有真侪人爱读这本册。《荒漠甘泉》这本册的作者叫做考门甲考门夫人因所写的一本灵修的册。伫1894年，这对翁仔某因就奉献了上帝，要到伫远东，就是今仔日亚洲这个所在来奉献。翁仔某做伙来到伫韩国、中国大陆、日本的所在来服侍。无拍算等于服侍真好势中间，这个考门先生我心脏病发生。迄个时阵无亲像咱即马药啊足方便的，会当食高血压的药啊，食其他的药啊，伊就倒入眠床，无法度搁再服侍上帝。伫这个中间，这个考门夫人，因为伊需要招面服侍教会，搁一方面需要照顾伊的先生，每一届伫伊的先生的病床的边啊，伊就用伊灵修感动的话，甲伊先生做伙分享。因为伊无法度搁做工，所以伫遐甲伊分享，对伊读圣经的感动，看到真侪灵修的册的感动，伊就甲伊写起来。所以荒漠甘泉就正做考门夫人这个姊妹，伊灵修的日记，伊服侍上帝的日记，伊伫服侍上帝中间有拄到困难，因专心意要服侍上帝。总是伊的先生拄到破病，家庭拄到困难，但是无因为安尼，因就离开。又反倒转伫迄个苦难的中间，不断伫遐经验上帝丰盛的恩典，将伊灵修的感动就甲伊写起来。后来人就甲伊编辑，成做一个咱基督徒真爱读的一本册《荒漠甘泉》。兄弟姊妹，伫服侍上帝过程内底，咱会拄到困难，咱会拄到挫折，咱会拄到挑战。但是无因为安尼，互咱递到沦落，反倒等上帝恩典教遐咱用，伫遐会当更较深沉来领受上帝疼痛。我相信这是约书亚的见证，这也是考门夫人的见证。我相信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咱生命中间的见证。我相信伫咱的教会内底，有真侪家庭。夫妻做伙服侍，有这些家庭翁仔某囝儿伫教会，伫礼拜日做伙做真水的工，伫周间嘛同款，带小组带领真侪水的服侍。我相信，咱所做的，上帝的确会纪念。就亲像罗马书12章第1节所讲的，保罗伫这个所在来提醒讲。兄弟姊妹啊，既然上帝这么疼咱，既然上帝这么怜悯咱，我劝恁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来献给上帝，专心服侍伊，互伊得到欢喜。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。保罗将约书亚所讲的，我甲我的家的确要服侍上帝，用一段圣经册就该表明出来，就是讲上帝这么疼我，上帝这么疼你，咱要欢喜
献身做活祭，这才是真正的敬拜。兄弟姊妹，真正的敬拜，唔单单是咱坐伫遮来敬拜上帝，真正的敬拜是伫你的生活，伫我的生活中间活出基督的香味，这个就是敬拜。所以就是讲，有人安尼讲，生活就是敬拜，咱的生活就是咧见证咱的上帝。愿上帝使我咱圣神也充满咱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所做每一项为主所做，上帝来赐福咱。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赐福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领受你这么大的祝福伫阮的家庭甲阮的中间，所以阮也欢喜来告别。讲阮决意来服侍耶和华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若是新朋友、无道友，你有听见牧师的信息，伫你的心内有一种的感动，你也欢喜决志来服侍上帝。你会当举手来表明讲，主，我欢喜决志，我要服侍你。希望我过去有拜真济，这个心灵，总是我今仔日。听见圣神的感动伫我的心内，我要亲像约书亚甲伊的百姓所讲的，我甲我的家拢要服侍上帝。你有这种的决志的，你是新朋友无道友，你会当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欢喜服侍耶和华上帝。感谢主，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的中间有兄弟姊妹欢喜决志讲，但我决定。要服侍耶和华上帝，上帝啊，你甲因三甲伫地，互因通过今仔日的决志，一直持守这种伫上帝面前的决志，一直到一世人服侍上帝为止。兄弟姊妹，咱已经成做基督徒久久，伫教会生活也久久。伫这个时阵，牧师也要甲你挑战，讲你欢喜将你的恩赐摘掉来服侍上帝。伫教会内底，伫你的生活，伫你的公司，伫你的工作的所在，为主来做水的服侍甲见证。你欢喜的，你会当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欢喜服侍上帝。那你服侍上帝，我的家庭，阮拢要做伙来服侍上帝。感谢主。感谢主，还佫有无？你欢喜，佫一摆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啊，我唔单单是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，互我甲我的全家拢要来敬拜你。你有这种的决志的，你会当举起你的手，感谢主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若听见你的话若定，阮的心得到刺插，阮的欢喜回应讲：阮永远无离开上帝。去服侍别个心灵，阮甲阮的家的确要服侍上帝。主，愿你赐福，对遮阮有举手，遮兄弟姊妹，甲一人伫心内会祈祷讲：上帝啊，你使用阮，亲像以赛亚先知讲：我伫遮，请上帝你来垂听我。无论伫顺境、伫逆境的所在，伫困难的所在。阮拢欢喜来服侍上帝，来为着上帝做水的干净。特别上帝，愿你的圣神就充满伫阮众兄弟姊妹中间，互主的教诲，无一人营伫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人拢找到服侍的所在，伫遐尽心、尽力、尽职来听主服侍人。主，愿你祝福阮。听阮的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帝赐予咱所做一切决志，咱同心做伙来服侍上帝。